俺们如果是因讲爱上能源钢碳，爱做环保，唔过他大家做的路唔係幾多。來看做一個徹底然後用嚟做嘅，伊哋規劃做台灣市的歷史文路邊，唔單止自家做環保，還應用人工向下做。啲公司嘅樓檔有易水回收系統，還個有堆皮馬桶，上嘅幾多嘅水資源。大塊重量貢獻當海景門看出氣場悠悠，福地係用竹來耕耘。無路邊同陽台規劃做細細嘅花園，大家種種下係實在適合台灣原生種植物。伊講呢種細細嘅東西，唔但搶曬綠化環境，咪使減少食物里程。另外，伊利用回收嘅藝術連化從馬桶以外，還另外起一湊早時嘅馬桶來減少水資源嘅浪費。腐爛的那個食物或是這個人的排泄物，如果有那個臭味，大概問題是在這個氮碳比例是不對。那所以我們這邊就我們那個排泄物先放進去哈，然後我們平常是要用木屑。小排臭味料後造成配料，就係切物鮮好嘅用法。事實上，它是一個好像在一個森林裡面的味道。而且這個是非常肥沃的。其實簡單生活就係回歸自然，東西用都是唔得夠用嘅，就係搭配。如果生活地度帶來利片嘅天氣用品，其實都消耗能源。當度呢用天氣上好啊，可能是係冷氣機，差唔多佔家庭用電嘅36%。天熱就係然後電冰箱，差唔多佔12%。過來就係然後天氣機，差唔多佔6%。冷氣機調高熱度只是上6%嘅電，天氣清高利秒，咪係提高冷氣機嘅效率。經濟部能研究按算到企業推出新嘅節能標章，要求廠商也清楚標示天氣用品嘅耗電量。其實種都將去買是考慮物品嘅生命週期，減少浪費，唔但這樣子提高生活品質，咪係降低對環境嘅影響。客家新聞連記者總結劉文輝特別報道。